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礼拜嘅客家新闻插枝。今日咧，大家来关心，今年咧8月23日嘅西南气流，俾南部地区带来严重嘅溺水灾情，天气高频，排水系统规发达，天气东偏高、西偏高大嘅降雨地区，也受到规大嘅损坏。时光平平落雨，就常用多为用嘅，有條蔬菜一停呢，水就退脱咧。有條蔬菜一浸就係幾禮拜，也係天災，也係人禍咯，係治水健康，也係無三萬起風咯。記者向日花陳清美就帶領人們選定埔尾海流域，上面歸從一位排水系統來講分明。人哋先對港嘅演示上節嘅馬五寮排水，還加下節嘅荷包魚太排來了解，因為港嘅演港嘅事嘅運命真係無相同。這個對夾土也兩個水內當中嘅性別太排，對困難有可能做太水嘅壓力會冇安太冇。823熱帶氣嘅大氣壓帶來嘅氣溫調異，造成降雨天氣或太水非常嘅嚴重。不過，但將降雨是按火柴冇點到，市長講意思嘅就係水路有風。我們最大的地方是10分鐘就19 mm， 那整個有高達到900多，它要下多大，就看到我們能夠消耗得多快，一般都一定會超過，所以會積水。所以這個最重要的其實是要能夠讓現有的下水道通暢，不要塞住。不過降雨時期正經攏冇不太水咩，同時也條時期嘅水又流到哪去嘅呢？伊唔知啦，他只住在中山路，他不知道這裡啦，不知道這裡也是，這前面這邊全部都嘉義市呢。現在北川就是其實是就是兵馬卡比的泄洪道的主要的那個泄洪的地方，如果水滿了就從這裡泄掉，這邊很多的那個淤積下來，所以下游泄不掉，上游就積着，所以大家厝大溪厝跟灣高的荷花莊那裡也都積水。我家己本身就是佇這條排水的受害者其中一個，因為咱這條的市內水，加這條排水排落來，全部攏為遮來。我的田哦，攏無看，剛有看到一片安尼規個攏都水，那就人講汪洋大海安尼啦。我請教，這是要安怎做事？區域排水的系統啊，它的這個降雨的保護程度呢，是以5年出現的一次的降雨量來這個做設計的。那像那天的降雨呢，我相信已經不是5年了，可能就是10年、20年以上的這樣的一個降雨的頻率，所以呢，沒有辦法迅速的，沒有辦法立刻的排出去，這是一定會發生的。降雨時期嘅排水主要攏排到蓖麻角排水，蓖麻角嘅排水流過嘅北川，下後就入到降雨園，夾到馬五寮太排，流到嘅朴子海，最尾流到太海去。故所佢嘅水呢有土毛，就關係到降雨園時做太水嘅時節會淹到一發。就3工安尼爾啦。垃圾桶來啦，哦，有時佢。你當初設計這個就算係啊。問題啊。有淹到高速公路。對，起嚟啦。這都攏起來啊。降雨園太保市鼻鄉里，所有馬五寮水內嘅排水，因為經過也長出嚟去，故所也拜823不太水，鼻鄉里嘅水就淹到有2公尺安深，經過2日2夜，水漲退離。阮等下來，大家都靠住啦，都淹咩？是安怎會攏淹？大排排啦，太氣啊啦！安怎講？這種垃圾啊，大排傷濟啊，高速的，來開這3工水來這裡。嘉義水也來啦，宜蘭水也來啦，這帶的水，阮這帶水攏直接來啦。你算啥物啥人要去？這個所在是？第5河川局，第5個。啊，攏一定無清。伊攏來整草爾，像這草啊，等下就來拍拍爾啦，就唔會清啊。啊，這垃圾像這樣攏來調離這門港到水來這裡。
水被淹到安阳村，李总林副名就直接讲，第五号春秋重启农牧起迁，将会使知道流水的涵库两片弄塞到安阳村，韩国一到水面转高就越黑。83今年对嘉义市机场排水韩国盲了排水落的水，准确弄搬到皮乡里来，为下弄个意思也上面涵库来少，用为哪也好。那皮乡里那边是因为它是属于琵琶角排水的上游，早期可能没有高速公路，没有一些道路的话，它可能顺畅的排。然后现在因为高速路过去盖了以后，它可能要从高速路钻过去以后再过来，那这一段在路的下面就会变成一个瓶颈段。我们经过调查统计，大概有在每一个小时最大有在差不多有70毫米左右所以在累积的24小时的最大降雨量都超过500以上，所以等于是它的那个重现奇迹都有超过200年，确实超出我们的原先设计的一个保护标准。不过，强用安泰义落地盲了太牌的双节，同皮乡里两隔壁的公民在海查工大青岛。就起来到这顶啊！这种规条路拢袂行至，规拢嘛，规片拢总白色色，规拢总水，拢无法度行。啊，偌久会退？差不多2点遐较退。公民里的李总今年伊就讲，好在今年嘉义县水利处有来钱，有钱就有保障。这搭有疏浚嘛有差啦，系啦。啊，较早拢唔捌疏浚啊，拢规个树丛啊，啥物话。往插啊，伊当然你水你流落较慢啊，会冻咧啊。伊拄啊，迄个7月份，差不多7月份伊拄啊疏浚疏了，差不多半个月就开始爆发山水灾。所以讲伊有可能是疏了，伊你排水就较紧退啦。研究嘉义水文将军15年的土将军文化学会的理事长杨清良就讲，水是流来流去的，面对按摩正常的天时，伊一下就拨下来。市区唔会做太水系因为水弄流到别的所在去的。故说迄阵做得好好利用比马局排水双节，实际公肯按法的比统来调节市区的排水，就做得减少比乡里韩国嘉义市顺通的总额做太水的问题。其实治水应该是全面性的，比如说我不能只说河川区排不管，也不能说区排做了河川不管，它是算全面性的。这边如果塞住，影响到嘉义市的城下，也就是大溪厝、头港里这整块的，而且也会回堵到那个管束厝那边。机场附近，他们不是讲吗？好像进流分摊出流管制，反正就是绕口的那个名字。但是问题就是你知影，你想那不爱去做，为什么不做呢？皮马角那边是不是有皮塘？实际上我并不是那么清楚眼前景象全被浑浊泥水淹没，嘉义东石灾情惨重。透过空拍镜头，看见一根根电线杆矗立，才可以稍微辨识原来道路的位置。一摆83拨太水，东沙地区容易是2个钟诶，起码提水调度，有条钟诶，只每几个礼拜。在东石地区本身来讲，沿海地区它只要遇到大潮，就是在每年的秋天7月到10月当中，它的平均的爆潮位是在1.55公尺左右啦。目前东石布袋地区它的那个地面它的地面才0.1到0.5公尺，所以爆潮就已经超出它的地面高大概1米1公尺左右，所以它整个比较排水路无法纵力排水，所以它的积淹状态会比较严重。水利署讲，也摆以6月14提交的超过的保护的标准，有拄好拄到太流，也则比有个大农。东沙地区也摆将会浸水浸到安厉害。不过除了天灾以外，有民众就质疑讲，主要的水路和包到太排、韩国出海口起冇功夫，政府嘛做唔得抬责任。这个区块本身来讲，我们调查过就是跟94年的612的豪雨那一次来讲，
荷包鱼它的淹水面积，荷包鱼系统那个区块的淹水面积大概有7000公顷。今年的8月23号的这次的超大豪雨，它的淹水面积只有它的一半，而且当时的鸡退水的时间大概有12天左右啊，平均那个区块12天。现在的退水是大概这次是6天到7天嘛，所以已经缩短了。你看一下，这个是红树林，然后等一下你看。如果你再等个2、3个小时，这边涨潮以后，你只看到红树林。然后在我们的疏浚来讲，这个是无效疏浚。这个水门的出口，我们会去疏，让它可以比较快的重力排出来。哦，这个是我们疏浚的比较有效的疏浚的方式。这边被划为湿地保育区啦，这个我们可以再来找相关的环团的部分，或是跟我们农业处，还有跟河川局，我们来谈谈这个地方要减出来疏了，不然这边真的会堵到荷包鱼。水利署听何春秋讲，3万个按多年，东沙博太水的情况已经无按厉害嘅。不过，迄阵伊落到超过保护的标准，听说还系要做太水。韩国民众单单对做太水的频率的定义无嘛清楚，将会对政府此水的成果无嘛嘅感觉。我们讲的洪水频率，比如说我们讲200年洪水频率，我们有一种讲法就是说，那是200年才会发生一次。可是我们已经发觉，其实它是10年一次。其实这个比因应气候变迁的比较贴切的讲法应该是什么？比如说10年频率，我们叫做1年发生这种机会的几率是1/10，发生200年几率的时候，是1年里面发生的几率是200%，不是说你今年发生200年，如果你跟民众讲说，那理论上200年才会发生，不是这样的意思。民国96年，水利署就提开始执行高代替分线综合治理计划，顺电体系对东到西、从南到北，用高代的体系分期而淹水，分担太水来解决东沙布退一条地方不太水的问题。在我们这10年来，在这边贵社排水整治好了，在这边还有一个温仔中排也整治好了，在这边有一个南历史人中排也是高地截流线，所以这一次的退水是怎样退？贵社退了以后，这个整个广大区域就可以开始抽排了，而且抽排比以前的612水灾还有88水灾还要快的原因就是。我把它变成一个很小的集水区，很小的集水区，再搭配我们在荷包鱼排水有大型的抽水站，所以我们很快的就把它抽完了。迄阵治理都按有成果，有冇业摆睇东沙地区含淹水，淹到按厉害呢？到遐啦，主要到遐你有看无？吼，所以迄无拢要有迄个分支咧，吼，所以讲无应该安尼效果有够啊。我就建议讲爱做安尼啦，因为我做水遐落一直落咧啦，讨要公里外咧啦。做好了，装来就较无淹水啊嘛。无，所以我讲这边，但是淹嘛有，啊，提也紧。上方的水样还清清楚楚，睇东沙文那种迄个72年的村长陈明川就讲，一摆823博太水。或者水利署优先做的保护中的图像，也摆中的方的水，怎无淹到安严村？我伊有卫生，因水利署有来甲我喂，我感觉这回发挥作用有够，因为伊甲喂安尼吼，是一寡人为因素，啊有一寡迄个水门有歹一个去，吼，这2个因素，你看。咱来遮就看，来遮翕较会清楚，因为农田水流的这个水门啦，安尼去互拍的啦，啊怎安尼水甲对走入庄内，啊地处这个卫生的迄个地基吼，总去互透风去啦，安尼尾啊，安尼毋才会水遐大入去，安尼整个怎安尼食水食较加唔加。就算做的保护中的图像，本来中的水还系淹到60公分暗层。3年过后，用的是过台的储水机引出水涨退退。村长认为，迄二讲也是天灾，还唔当讲系人造成的。袂用讲天灾啦，人为的因素较济啦。因为安怎人为的因素较济呢？这都因为有的要保护伊的窟啦，要保护伊的厝。
伊起伫围庄的外口。这一次在灾害中有一个非常重的重点，就是我们在抽水的时候，其实我们那时候的渔温都在放水。比如说我们这次在抽涨潭的水，不是就只有抽涨潭村庄的水而已哦，它最主要是渔温放出来。第一点，它一定要抽到差不多1/2的水位，还有第二点就是，它下大雨的时候，它的水会淡化，它的鱼会死掉，所以它会再补充一些海水来中和它。所以我们在抽水的时候，其实大部分都是抽到渔温的水，我们才会抽到比这个面积还要大的水。原来野摆的动作，饮太水除太油堆填荡落的雨水，含油堆5分内排出来的水，含过储入到5分内的海水，加起来集美水就要多加2倍的。不过就算派的242台的储水机引出，每毛按价除的哩。这个也需要渔业署来做一个渔业专区。哦，渔业专区它有海起水跟排水，它就可以把它分隔。田做事无人知，天时野下也唔正常，伊唔落就唔落，伊下落又落到太麻麻的。面对不太水，天朝要顺点水来处理，要种下吹风池、储水站、保护中的土箱、排水路也条工厂。向下来做，没有透过跨部费下个验尸，向下来处理，才会有效果。这对没抢课，但伊的排水路，其他排气带就做得简单的解决的。